琴棄用咗何韻詩，唔代表香港人要掉棄何韻詩噶嘛？何韻詩都係一個香港人啫。小店齊撐何韻詩，共譜有種的漂亮。浪狂跪低 cancel 何韻詩嘅音樂會，唔止阿詩，連本身有份合作嘅小店都受影響。阿詩喺翻原本嘅地方上環普慶坊再開 show， 小店就梗係撐翻佢啦。我覺得佢本身佢嘅職業係做咩，咁就尊重佢做咩咯。唱歌只係想唱歌啫嘛，咁點解冇歌唱呢？咁我哋都希望所有大家中意做嘅嘢都係可以有空間去做咯。佢揀咗啲蓮花嚟支持活動，話因為蓮花係出於污泥而不染，可以配合翻有種漂亮嘅主題啊。喺香港呢個地方，我哋自己本身有啲價值，我哋都唔想咁容易失去嘅時候，咁發生咗呢啲事，咁我諗都要支持翻本地嘅一啲歌手啊，或者本地嘅創作人。話希望借呢個機會宣傳上環呢個獨特嘅社區，準備咗100張 postcard 送俾參與活動嘅人，仲有呢間陶瓷室。負責人話：一知道 Lancome 取消咗個活動，都覺得好可惜。好彩何韻詩之後主動邀請參與翻活動，先可以將本身準備咗嘅陶瓷杯免費俾市民創作啊！